是信义区上新的地标台北天空塔，投资开发的规模超过200亿，讲今年就会完工。到时阵，唔但有上5星的酒店来进驻，阁会邀请到世界级的总铺师来主食。也毋过，即摆传出讲，主导这件投资开发的硕和开发公司的内部，疑似来挖空着10亿。讲公司的副董事长为了要行这步，涉嫌甲天空塔的产权抵押予中国的官商，这等于是予中国的资金参加这个经营。 So when we got a chance to acquire this amazing site, I knew that I need to build something that Taipei or Taiwanese people can be proud of for generations. 上建筑有内装潢由有名意大利建筑事务所设计，引进2大5星级酒店，规个国找宾市都市，有高级餐厅、5间酒馆。厝尾顶51楼是正做全球上悬的精品招待所，伫咧遮会当看到台北市天际线和信义区的景色，又适合主对台北天空塔，预计伫咧今年底完工。是信义区的第2关后，即马所表出转移资金的争气。 根据了解，检调在这个月前往硕和开发公司副董事长以及前财务长住处等4个地方进行搜索。专案小组怀疑适合县区副董事长涉嫌使用真资款，幸好另外一个有第三商出身香港媒体家族，新马董事个人这铺，甚至将台北天空台产权押予中国官商，和官商会当执行这款兵器，参加适合全部会期，但亲像中资计入适合经营权。 敢若过几部分所用1笔10亿，北京嘛将2个人逮走被告，县区副董事长包保请动去，防限制出境出海。西马董事人伫咧警看，县政的真财部长是以证人身份互问讯。 进前适合就爆发出新闻，解说西马董事非法调开董事会证期，公司营运出状况，敢若为真济所在就看出来。适合是回应公司即马全部营运正常，会全面配合检调组协，对涉案董事绝对袂敢暗含。信义区璀璨新地标，原本预计2024年下半年开鋪，时到一定成真济游客来遮耍。 今晚所牵涉开发商中最争气，某高级酒店受到风台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